六千九七八，第11课。丘洛塔色句，洪水和土石流。Cerbe pernangki tedui changma zangma sowamase。雨水不仅能洗净天空中所有的尘埃。Sesi denki kini zangma chegi yuan，还能清净地表的脏污。Kalong zangma kuna， 米以铝抗得波远。大气层变得干净的话，对人体的健康有益。有时夏季会因为雨量过多。张波塘九处结地，导致江河和溪水暴涨。丘洛塘色据给虐捐切基人，而遭遇洪水和土石流的灾害。给克格雷拉罗德格雷切尔巴马旁内，有些国家在每年干旱的季节，通处没被干淹切基人。会遭遇饮水缺乏的困境。夹在丘洛塘色据索基旺基，有时又会因为洪水和土石流的缘故。米加差蒙贝康 kim 腊巴塘，而导致上百人的房舍毁灭。Koryula 多尔西当瓦人，环境被破坏殆尽。团桌堂迷茫波西基测索了内测勇气源，对于动物和人类的生命带来重大的危害。色瑞堂丘洛米永伟他拉可以切血泥。防止土石流和洪水最重要的方法，硬脆库鲁尤拉达波加鬼，就是我们必须做环境的主宰。那切康中米倔巴糖，如果能不任意砍伐森林。卷心丝勒住前女呢，并且重新种植树木的话，丘洛塘色据所给内测雷给兔巴营，就能拯救我们免于洪水和土石流的危害。解决几种称替换练习。可以看见了 Kurna 米以铝抗得波远。什么变得如何的话，对人体的健康有益。看龙藏莫尔 Kurna 米以铝抗得波远。大气层变得干净的话，对人体的健康有益。丘沃唐波尔 Kurna米以铝抗得波远。河流变得清澈的话，对人体的健康有益。sem句强波尔 Kurna米以铝抗得波远。性情变得温和的话，对人体的健康有益。
撒东吹颠了 Kurna， 民以屡看得不远。饮食变得养生的话，对人体的健康有益。开始堂开始以内捐切记者，将会遭遇什么和什么的灾害。出路堂 surgery 以内捐切记者，将会遭遇洪水和土石流的灾害。沙幼堂检测储备虐捐切记者，将会遭遇地震和海啸的灾害。母鸡堂任内给虐捐切记者，将会遭遇饥荒和传染病的灾害。塔最堂马出去虐捐切记者，将会遭遇争斗和战乱的灾害。开始没被感染切记者，将会遭遇什么缺乏的困境？通处没被感染切记者，将会遭遇饮水缺乏的困境。里干没被感染切记者，将会遭遇工作缺乏的困境。伤心没被感染切记者，将会遭遇物资缺乏的困境。远登间没被感染切记者，将会遭遇人才缺乏的困境。陆地没被感染切记者，将会遭遇教材缺乏的困境。给根没被感染切记者，将会遭遇教师缺乏的困境。楚波没被感染切记者，将会遭遇朋友缺乏的困境。结果没被感染切记者，将会遭遇后援缺乏的困境。开始啦，多罗西当瓦人，什么被破坏殆尽？可鲁有啦，多罗西当瓦人，环境被破坏殆尽。从基啦，多罗西当瓦人，城市被破坏殆尽。贡巴拉多罗西当瓦人，寺院被破坏殆尽。金仓拉多罗西当瓦人，家园被破坏殆尽。日内拉多罗西当瓦人，文化被破坏殆尽。日凶拉多罗西当瓦人，典籍被破坏殆尽。让中看了多罗西当瓦人，自然界被破坏殆尽。那需了多罗西当瓦人，古迹被破坏殆尽。瑞瓦了多罗西当瓦人，希望被破坏殆尽。三洛了多罗西当瓦人，思想被破坏殆尽。普桑了多罗西当瓦人，理想被破坏殆尽。让忘了多罗西当瓦人，自由被破坏殆尽。
喜得了多罗西当瓦谁？和平被破坏殆尽。谈起了多罗西当瓦谁？誓言被破坏殆尽。拉加了多罗西当瓦谁？尊严被破坏殆尽。米西了多罗西当瓦谁？人性被破坏殆尽。凯瑞以凯瑞雷救兔巴影，能拯救我们免于什么的什么？出洛基内切雷救兔巴影，能拯救我们免于洪水的危害。马出基内捐雷救兔巴影，能拯救我们免于战乱的灾害。耶稣基督鸟雷救兔巴影，能拯救我们免于恶趣的痛苦。美捐基年卡雷救兔巴影，能拯救我们免于火灾的危险。七色生词。Chulok 洪水。Sergi 土石流。Pernang 天空空间。Tedur 灰尘尘埃。脏妈索清洁。马塞马切布景。Kenik 脏污。卡隆大气大气层。吕康人体。得波安康。个谁有时。伊尔卡夏天。切雪雨量。切查吧过多过大。可是以天气因什么而导致。脏波江河。九处溪水。结把夹瓦增长。疟捐灾害。切遭遇。也 cup 国家。嘎些有些。通处饮水。刚因困难。可是以 wonky 因什么而导致。Gachak 上百成百。康kim 房舍。腊把落把毁灭。Koryuk 环境。多尔西当多尔西东摧毁破坏。吞捉动物畜生。
채속生命，뇌체危害，talam方法途径，可切穴最重要，dabogiak主宰，nakcher森林，康中任意随意，锯把砍伐，卷心树木，丝勒柱茄重新种植，女能够 ，gup 拯救。